举做事早着安排，名嘴名气斗徛台。候选人早晚可比咧赶拜拜。哎呀，讲到烧声，迄搭可怜代。助选人员是忝甲无人知。尤其是咧，即个选举吼，大概拢安尼好足忝足拼的吼。来，咱今日来请咱的开心辣妹，讲咱一句一句的俗语。来，辣妹请。千好都有讲义来，万恶都将疏离心。明白明白。啊！嘿，人咧讲吼，平时啊呢，多注意咱的社区啦，多关心咱的社会国家的这代志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多出力来争取到咱的福利，这叫做千好啦。啊，人讲哦，就是对咱公众的这个拍拼，哦，这真正是赞。对。啊，为公众嘅代志呢，伫拍拼这候选人，啊是讲有能力为这选民吼，伫服务这候选人吼，伊的票吼一定较悬。啊，即马咱拄啊选举期间来讲一寡吼，一寡候选人，有当时啊，伊平时安尼也毋捌出来甲人咧行搭，啊若选的时候，可能来比佚佗啊，做伊的事业。等下来要个选举出来，安尼可能有较自私淡薄啊，但是放心。即马自私是无效的，自私吼会无选票哦。无毋对，所以讲咱选举的时阵吼，爱选贤与能。这会记得阮吼读册国民学校的时候，老师就定咧讲，选举吼要选贤与能哦。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啊，咱吼爱注意选举迄一天，咱就目睭上好金，上好准，上好准，看你要转互倒一个，转互对哦。来，咱今日小囡来，搁加强一来，开心辣妹请。千好拢有讲义来，万恶都将疏离心。明白。来，为着吼咱大家的代志，会记得阿琴提醒大家，选举囡仔到的时阵，大家啊，会记得投票。